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我是小琴，很高兴今天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又要和观众朋友介绍客家相关文化。小邓老师，刚才画面出现好特别，看起来应该是点心之类的哦。小琴跟木色啦，真好哦！一款方面就伫今本日我来介绍客家嘅美食点心牛温水。牛温水，好有趣哦！这和牛有关系吗？客家人当好食饭，也当会做饭。牛温水就是傳統嘅客家美食。我從頭就會老人講，牛温水係糍粑嘅兄弟嘅。哦，和糍粑有關。頭擺嘅客家人啊，當多年就有耕種，嘅耕種嘅時節，天窗就會種當多嘅各種，有種蓬萊米啦，有種糯米，有種炸米等等。除咗那一本公堂書以外，剩嘅就留下嚟自家食。從做甜食嘅時節，客家婦人家就會做點心，本下嘅耕田師傅來食點心喎。尤其係做了寒寒嘅甜食啊，來食一碗小小嘅牛温水，嘅真件係意太香酥哦。这牛温水要怎么做呢？又为什么名称这么的有趣啊？牛温水啊，係用糯米做嘅，古上嚟講係老糍粑係兄弟嘅。牛温水嘅做法啦，老祖扮演嘅方式會同樣嘅，不過嘅芡嘅啊，比扮演差唔多，大家有一批人睇。做嘅時節，老闆菜攞到圓，當昂要條條會擠一隻過嚟。做好冰落鑊度，本佢煮食。將冰落用薑麻煮烏糖水底杯，嘅飯呢一扎一扎浸落嘅烏糖水香，看起來就當像係牛嘅一扎一扎浸咗水香搞水樣嘅，故所就按到牛温水。我想起來了，我記得呢，我曾經到桃園北部哦，有一條老街逛街過，好像有看過但是因為沒有吃過，所以也不了解啦，就錯過了。哈哈，難怪小琴會錯過哈，要當到喺南部嘅客家人，你同樣唔知客家有牛温水呀，客家美食嘅點心。當到南部嘅客家人，你唔識食過。哦，是哦，因為我係桃園客家人啊，客家美食點心我從細就識當到。聽起來真的很讓人羨慕你今本日來介紹客家美食的點心嘛，按到牛温水，其實沒有另外一種講法，按到綠湯匙。綠湯匙，這又更有意思又是怎麼說呢？哈哈，牛温水又按到綠湯匙，也係有學問嘅哦。聽起來好像有些生活哲理耶。牛温水又按到綠湯匙，意思係講從食呀烘點心嘅時節啦，一擺將做得有一粒來食，按樣將唔會講到，要加個名按到綠湯匙，也綠表示會熟，熟就會濃熱，故所也烘客家美食點心，愛乾熟食將會好食，食嘅時節啦，要愛慢慢嚟食，將唔會綠到。哇，原來在食用客家米食點心還有這麼多學問啊！係啊，收看我哋嘅節目啊，不但做得認識當地嘅客家相關文化，最重要係做得認識當地嘅客家話哦。是啊，今天節目又讓我們認識不一樣的客家美食點心。今本日嘅節目，我哋同樣老大家介紹客家嘅詞彙，就係牛温水綠湯匙。牛温水綠湯匙，好像有，看起來蠻簡單的嘛，觀眾朋友呢，有空的時候不妨可以嘗試做做看，打打牙祭哦。講定啊，現在好客之家天使學院今本日就講到這位咯，以下我留你觀眾朋友講，真來了哦，真來了。